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落成之後，成為該區一座標誌性嘅建築，為鄰近地區增添生命力。通過以現代手法重新演繹，例如磚牆、木材同金屬屏風等舊有嘅建築用料，大樓一方面同鄰近嘅屏山文物徑嘅古老地道中式建築一脈相承，但同時又毫無疑問係一座當代嘅建築藝術作品。大樓嘅外牆立面設計靈感來自中國傳統嘅八寶架，一種用嚟擺設書本、陶瓷同盆景嘅多用途儲物層架。大樓用休憩平台以緩衝室內同室外空間，將呢種中國傳統嘅空間設計以當代手法再演繹。綜合大樓嘅構思係一座設有廣場供市民互動交流嘅市政建築物。建築由兩組主要功能構成，一組係5層高嘅室內運動設施，以內向式嘅設計為主，容納咗運動場、室內游泳池同多用途活動室。而8層高嘅圖書館大樓就主要係外向式設計，採用玻璃外牆，盡覽屏山一帶嘅景致，並加強日光嘅採集。建築師深深向往喺自然光下閱讀，於是喺圖書館大樓裏邊設計咗一個交錯互扣嘅中庭空間，同埋層層延伸嘅庭院，以便日光可以透入低層。露天嘅中庭，陽光充沛，讀者可以由圖書館行出中庭，望懷閱讀，感受陣陣清風。